报，宁妃娘娘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宁妃娘娘疯了！疯了！来了！师傅，你也不开个门儿？天目道长，天目道长，快随我去宁妃寝宫。怎么了？宁妃出师了，太后要你火速前往。出什么事了？宁妃疯了！我要你们都去死！你们害得我死得好惨！你们都给我死！都给我死！宁妃怎么样了？我赶到的时候，她到处乱闯乱跑，非常危险。我就只好暂时先封住她的穴位，现在她不能行动。我要杀死你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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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这样？宁妃是中毒了。中毒？那怎么解毒啊？她中的毒并不复杂，只要服用我的丸粒，数日即可见效。宁妃平日里还吃些什么药物？娘娘服用了太医开的药。这些药在哪儿？这边。你们平时在哪里煎药？平日里都在药膳房，最近这些日子，娘娘身体一直不适，我们便在宫中煎药。云姑娘，既然你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，那以后你的死活与我无关。带我去煎药的地方。太后驾到！臣妾参见太后。免了。太后，什么事儿劳烦您跑一趟？您说一声，臣妾过去就是了。为的宁妃。宁妃妹妹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皇后可是后宫之主，怎么，消息这么不灵通了？宁妃中毒了，还好天目童来得及时，她腹中的龙种算是保住了。是谁要害我宁妃妹妹啊？天目童会查出这个下毒之人是谁的。哼，谁想切断我朝血脉，我就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这夜已深了，我要早点回去歇着了。太后，您辛苦了。没有怀着龙种还被害的辛苦，皇后。如今你是后宫之主，多长点心吧。是。哼。就是这里了。药方在哪里？
这药方有问题啊！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些药看起来都很好，安胎益肾，但是放在一起就有问题。是药三分毒，把这些药放在一起，不相生只相克，毒性便涨了7分。那宁妃中毒跟这些药有关？这么简单的道理，这江湖上随便一个赤脚医生都懂，宫里的太医怎么会不懂？那只能说他有问题啊。奇怪了，这些药材加在一起，倒像是给家禽催肥的。宁妃腹中胎儿如此躁动，莫非是怪胎？哎呀！你都不知道太后那眼神，仿佛就是说我就是下毒那个人。你们是谁？锦衣卫。你们徐大人呢？大人在屋里睡觉呢。都这个时辰了，未免也太悠闲了吧？还麻烦进去通报一下，我们找徐大人确实有要事。看什么？快去呀！好的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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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找你啊，大人，大人。让开！他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，应该是中毒而死的。又是中毒。哎，我问你，昨天晚上有没有什么人来过？没有。徐大人昨天晚上一个人在屋里。徐大人说，他要研究东西，让我一个人在外面等着，不让任何人进去，我就一直守着呢。下去吧。是。我看他就是想害宁妃不成，然后畏罪自杀了。他不是自杀的。那是为什么？
我刚才检查他的尸体，发现他的手指上有墨迹。他在临死前写着什么东西，而且写过的东西竟然被烧成了这个样子，显然不是他自己所烧的。你的意思就是说有人投毒杀害了他，还烧毁了他写的东西，也就是说烧毁了证据。看样子这是要疯了。这味道是……程志远，你来的时候没有人跟踪吧？没有，我一路都看好了。你这次怎么能私自出宫呢？我偷偷出来的。那你回去岂不是……不用担心，为了见你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为了我，你受苦了。你心里知道就好，只要再坚持些时日，等时机成熟，我们就能一起出宫，到时候正大光明的过日子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有些担心。你到底现在在做什么事儿？为什么就不能告诉我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你以后自然会知道。我是担心你有什么危险。哎，你就别问了，也不用太担心我，我自有分寸。好吧，我不问。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为了我们的孩子。孩子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你只管等我的好消息吧。谁？原来是只野狗。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，你万事小心啊。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两个人目标还大。你说这凶手会不会在这茶里下毒？太医尝百草，试百毒。如果茶水存在异样，怎可不自知呢？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啊？云姑娘，你可听说过一种叫做草珠的蜘蛛？它只生长在草原地带。没有啊。将草珠磨成粉，溶于蜡烛，之后便可杀人于无形。且看
这2支蜡烛有什么差别？这不就是普通的蜡烛吗？能有什么差别？将草珠溶于蜡烛，再焚成蜡油之后，便会形成绿色的晶体。一起来看。此人杀人的手段过于高明。云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没想到这个凶手这么处心积虑，还是被你看穿了。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那你觉得凶手是谁？除了白巫师，还会有谁？只是我也不知道这白巫师为什么要害宁妃。云姑娘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我去宁妃府上等着她现身，你就不必跟去了。你好好在这里查你的太医吧。你也知道白衣巫师没死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白衣巫师敢这么横，一定背后还有别人。徐大人呐，昨天来这儿了，拿了一些药。具体拿的什么药呢？那我得翻完记录之后再告诉你。哎，道长，这宫中上上下下、大大小小的上万人，每天都有生病养病的，一天把我忙的呀，那是头晕目眩呐。公公辛苦了。应该的，就在这儿。道长请。哎呦喂，这是谁呀？这是报纸弄得这么乱，哪个挨千刀的哟？这谁呀？这是？哎呀，把这书整了一地。哎，我的书啊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这谁呀？这是？
觉得真的很善良。等会儿录音。来，给石头让给，来给石头让给。啊，老金妈好温顺啊，相当温顺。你。前蹄不能踢吗？啊，马前蹄可以吧？去结婚吧。结婚？我凭什么要嫁给你啊？我变帅了。洗衣、做饭、烧水、煮菜都是你的。啊！老婆，你碰到流氓了？流氓啊！混蛋，大混蛋！我是你老公。老婆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滚！世彤，你是不是因为钱才爱上我的？你谁啊？你哪位？世彤，我们先吃点吃吧。现在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吃饭？我可以了解你吗？共同的敌人袁世彤。有人要杀你。你应该主动辞去红鼎集团总裁的。为什么恨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帮我的人却越来越少？谁能告诉我这些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再不回头，黑道白道都容不下我们！我要是干的我对。事成之后，嫁祸的缘分。你对云石彤只有任务，没有感情了？贵妃，你喜欢我吗？以后的日出都有你，对吧？不一定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，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涡谁破？若是